爭生，有意聽的就現當聽。你不想狗噏答辯，我也不想聽你辯斥，為求達到目的，亦趁假爭啲撲謝。你究竟有冇常識？何安達教你起立，還要上街給市民加倍認識。遇着大眾問幾問，即刻變面，你聽乜 Q 意見？嬉鬧拋鬧變咗鐵達尼，700萬個搭客一起跌落嚟。嬉鬧拋鬧政制改革，盼望你聽聽市民的心聲。嬉鬧拋鬧變咗鐵達尼，700萬個搭客一起跌落嚟。嬉鬧拋鬧政制改革，盼望你聽聽市民的心聲。